我们独唱这首诗歌哈。那我们接下来是陈忠贤老师的手风琴组曲，我想我们应该都不会很陌生哈。对，那陈老师很厉害，在他的我们都说他是头脑里面有好几百首诗歌，都不用看谱。那我们掌声欢迎陈忠贤老师。天气这么漂亮，天气晴朗，香蕉看起来笑眯眯，不是的，笑眯眯，香蕉笑眯眯。阿美搬进去啊！看，漂亮的很哦！阿奶煮的黑豆豆，是不？哇！整个都是啊！漂亮的，从这边到那边都是啊，哇，都是黑豆，猪肉の阿美斯，这边都是啊，下面都是啊，都是猪肉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弄好。哎，好啊，猪肉阿米斯，猪肉阿米斯，哎呀。今天是过扫墓节的第一天，开始忙了。辣椒长得漂亮吗？看，哇，是不？这个辣椒，昨天呢，RBC 跟一信在挖地瓜，挖那么一点点而已，又回家了。这边还有一大块还没有做完，这个地瓜园，这边又开始种了。用一些些，哎呀，好吧，这个地瓜要5个月才可以采收啊，好吧，哎呀，感谢主。
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欧瓦园、鱼头园，布达里米沙西米，阿基瓦萨皮，哎呀，布达里阿这，鱼头园哦。漂亮哦，吃晚餐，先把自己身边的工作做完。哦，你看，加班，哎呀呀呀，哇，那么厉害，这个只是1/5的一个工作而已。还有4/5还没有做完，在田里面还没爬完哦。多年的阿祖，阿祖说他的手很痛了，现在几点了？8、9点了。下班到9点呢，可怜了，哎呀呀呀，来呀，开灯，开得亮亮。那样，阿嬷，你辛苦了，阿嬷辛苦了，阿嬷的手很痛哦，哇，你看，阿嬷踩得这么高了，哇啦，那么厉害，厉害了他们，哎呀，3更半夜的，哇！只做了1/5而已，还有4/4的工作还没有做完。累了就休息，饿了要吃饭。
不要做到早上，做到晚上，做不完的黑豆豆，黑豆豆，做不完的猪尿啊！痛，痛什么？痛手，痛脚，头痛。打坐很可怜。他说以后不要种这些东西，免得麻烦，很辛苦。哎呀，水田那边还有啊，还没有采完呢。哇！晒的晒，哇哒哒哒，加油加油！不闹，阿妹煮的黑豆，加很慢，卡，黑豆，卡，要去上课喽，去云店站上课喽，拜拜，好。白底紫色，哦，好了，这些都是小的，哎呀，他们小猪。家里顶楼就是这样。好，
这什么东东？这个是阿美族黑多多，猪脑含了阿米斯。哎呀，该年萨多古尼亚猪脑晒在顶楼啊！呀，不止这一些哦，还有往那边走啊，又是哦，顶楼可以晒阿美族土豆，这一些也都是了，好，晒得很漂亮啊！看，这一些都是啊，黑多多，猪脑，这些都是猪脑，